明明就可以直接写87%啊，却还要一本正经的做题目、打电话、派2个人开记者会解释执政2周年的民调。看到很多人说不相信啊，其实台湾的民调早已经变成信者恒信、不信者恒不信的大内宣工具，所以才会被戏称为民调嘛。党不需要做任何政绩，就能轻松超越当初的基本盘，也就是如果现在投票的话，它能轻松过半。有没有台湾人可以翻译翻译？在减轻人民负担满意度上，还有26%的人不满意哦。你们是在不满意什么啦？我看到前面3个施政项目，赖总统都这么努力了，还没有100%满意度哦。看到民进党突然这么谦虚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还是说给青鸟的安慰剂还要控制一下剂量？面对物价上涨、荷包缩水、两岸紧张，青鸟王在网络上都快护航不下去了。这时候党中央赶紧贴心的送上一剂56%的强心针，误导他们以为是站在多数方啊，让他们继续为主子说好棒棒啊！关注订阅我，人在台南，口罩越戴越大啊。